全紅嬋僅憑一句話，就讓李寧這個大老闆立馬改方案，太佩服了。跳水小將全紅嬋，輕輕一句話就讓62歲的李寧當場點頭改方案。網友們看完直播，嬋寶高情商，誰會不喜歡又真誠又有主見的全紅嬋嗎？2025年4月23日，在一場以航天科技為主題的公開活動上，62歲的李寧和17歲的全紅嬋並肩亮相。雖然兩人年紀相差了將近半個世紀，但站在一起時氣氛裡卻沒有絲毫生疏感。李寧穿着便裝，神采奕奕；全紅嬋一身紅衣，青春洋溢。他們互相擊掌打招呼，動作自然親切，就像胡同裡久未謀面的親人。李寧一開口，親切地叫了一聲小紅，讓在場氣氛一下輕鬆了下來。全紅嬋也不拘束，笑着回應，這場景讓不少旁觀者心裡一暖。兩代體育人的精神在這裡傳承。互動現場，李寧不僅是品牌創始人，更是體育界前輩般的存在。他的每一個微笑都代表着多年積累的行業智慧與溫情。而全紅嬋這個剛剛出道不久的少女，卻早早展現出她的真誠與活力，贏得了大家的喜愛。正是這種跨代的互動，給了現場每一個人溫暖與感動。李寧選擇代言人，講究的是品牌的理念和內涵。全紅嬋的形象不僅僅代表着體育精神，更是勇氣、拼搏和堅持的象徵。她雖然還年輕，但從她的眼神中，人們能看到那股不縮輸的力量。這與李寧自身的成長歷程非常契合。李寧從一個體操運動員走到今天的體育品牌創始人，正是不輕言放棄的精神成就了今日的輝煌。在這次航天活動中，全紅嬋不僅是嘉賓，更化身為小教練，親自示範適合宇航員的健身動作。動作演示時，他神情專注，動作標準，每一個細節都透露出專業素養。站在一旁的李寧也跟着他一絲不苟地完成每個動作，臉上掛着認真又帶點頑皮的笑意。健身環節結束後，李寧解下健身帶，一時找不到地方放。全紅嬋見狀，快步上前，雙手接過健身帶。這一小小動作沒有太多言語，卻透着教養和細心，也讓現場的人忍不住微笑點頭。他從小在農村長大，家教嚴謹，這種出自本能的體貼讓人心生好感。在這種默契的互動中，大家看到了全紅嬋與李寧之間不僅是品牌合作關係，這種沒有劇本的自然互動，比任何精心安排的橋段都更打動人心。當主持人問到跳水和航天科技之間是否有相似之處時，大家原以為全紅嬋會緬甸作答，沒想到他脫口而出：我們的相同之處就是都在和地球引力抗衡，每一跳就像小火箭一樣發射出去。現場響起一片掌聲。這個樣既形象又準確，不僅展現了他對跳水的理解，也體現了他在這次航天主題活動中的用心。全紅嬋用簡單卻精準的比喻，巧妙地將跳水與航天的核心要素對抗地球引力聯繫了起來。這種思維方式不僅表現出他的聰明才智，也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刮目相看。一個17歲的姑娘能在公開場合有這樣的從容與思考，確實難得。活動臨近尾聲時，全紅嬋主動開口提出了一個小小心願：李寧伯伯，我想穿航天科技面料的跳水服比賽，可以嗎？簡單一句話，讓全場氣氛再次升溫。沒有叫李總那樣正式，也沒有喊叔叔那般拘謹，直接一句伯伯，既親切又帶着點小女孩的俏皮。這一句李寧伯伯沒有任何做作的成分，卻打破了商業合作中固有的距離感。他不拘謹，不做作，用最自然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這種親切的稱呼，讓在場的觀眾紛紛笑了出來，也讓李寧感受到了他的真誠。李寧聽完後，爽快地答應了。他認真解釋，航天科技在材料和工藝上追求零誤差，
這與跳水對服裝性能的高要求不謀而合。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大家都被這份跨時代的溫暖與默契打動了。其實全紅嬋展現出的高情商並不是第一次了，她的智慧早在一些採訪中便有顯現。在過去的採訪中，就曾有記者故意設下陷阱，問她是否認為金牌是穩拿的。這樣的提問，無論怎麼回答，都容易被放大成傲慢或自卑。但全紅嬋淡定應對，只輕輕一句是中國隊穩拿，乾淨利落，不給任何挑刺的機會。她不僅僅在競技場上表現得不畏強敵，連面對媒體時的高情商，也令她顯得格外成熟。對於全紅嬋來說，每一次回應背後，都是她對自己、對團隊和對國家的責任感的體現。還有一次，被問及與隊友陳芋汐的關係時，全紅嬋回答得溫暖又大氣：我們互相扶持，誰拿金牌不重要，都是中國隊的榮耀。這樣的回答，讓人看到的不只是一個運動員的競技水平，更是他內心的格局和智慧。在這次活動中，不難看出李寧對全紅嬋不僅僅是商業上的欣賞，更多是一種前輩對後輩的真心扶持。他自己就是從苦練中走出來的人，深知一個少年能走到世界舞台，背後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堅持。全紅嬋的真誠與努力，堪堪印證了李寧最看重的品質。這種心意在兩人的互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沒有刻意的宣傳，沒有生硬的營銷，只有一代體育人對新一代的信任和期待。全紅嬋如今年僅10幾歲，未來的路還很長。她的堅韌、單純和對夢想的堅持是難得的品質。李寧早早地與她結緣，用行動支持她成長，不僅是商業眼光的體現，更像是老一輩體育人對體育精神的接力。正如李寧品牌曾經的那句廣告語：一切皆有可能。全紅嬋的未來確實充滿無限可能。近日，社交媒體上關於全紅嬋賬號的動態引發了廣泛關注。據海報新聞報道，5月8日，關於全紅嬋社交媒體賬號多條視頻不可見的情況引起了熱議。同時，也有關於全紅嬋賬號如書因星期遙作品已不可見的話題登上熱搜。據說，全紅嬋是一位優秀的跳水運動員，她在體育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近期，她的社交媒體賬號多條視頻已不可見，包括與如書因、星期遙相關的作品。這不禁讓人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她的視頻無法再被觀眾看到？據深入調查，全紅嬋近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面臨的成長煩惱主要來自於身體長高、體重增加帶來的技術動作完成度挑戰量時，她更專注於刻苦訓練，特別是加強體能和力量訓練。她的這種精神狀態讓人感受到她對於自己未來的堅定信念和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全紅嬋所在地的廣東湛江麻章區邁合村的新房建設也引起了廣泛關注。據了解，該村宅基地用於獎勵東京奧運會奪冠的優異表現，佔地面積120平方米。該項目預計工期1年，建成後可實現拎包入住，體現了對村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全紅嬋及其家人對此新房抱有極高的期望和憧憬。對於全紅嬋已保送至暨南大學一事，暨南大學體育學院院長蘇炳添的回應也引發了廣泛關注。他表示，暨南大學將針對全紅嬋這類特別優秀的國家運動員採取特別的培養模式，未來將成立專門的二沙精英班，對高水平的運動員進行指導學習。這一回應不僅體現了暨南大學對體育事業的高度重視和投入，也展示了其對優秀運動員的培養和關懷。值得一提的是，全紅嬋的師兄謝思弋、陳艾森都是暨南大學的校友，他們在體育領域取得的成就和努力精神為暨南大學樹立了榜樣。暨南大學作為一所體育學府，不僅在體育事業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為眾多奧運健兒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另外，除了體育事業外，暨南大學在多個領域都有出色的校友和成就。
例如蘇炳添作為體育學院院長，其任職背景和關注點都與體育相關。同時，暨南大學還有多位奧運健兒校友，包括跳水運動員吳嘉誠等。這些校友不僅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也為暨南大學的聲譽和影響力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於全紅嬋來說，他的成功並非偶然，他背後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的成長歷程不僅是一個個人的奮鬥歷程，也是體育事業發展的縮影。希望全紅嬋能夠繼續保持他的努力和熱情，不斷追求更好的成績和更高的目標，同時也要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和權益，不被過多的關注和議論所困擾。對於這次全紅嬋賬號多條視頻不可見的事件，也有網友表示理解，並表示希望他能夠保持自律和的生活態度。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業規劃，不應該被過多的關注所影響，同時也要尊重每個人的隱私和自由，不要過度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總的來說，全紅嬋作為一位優秀的體育運動員，他的成長歷程和未來展望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希望他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熱情和努力，不斷追求更好的成績和更高的目標，同時也要尊重每個人的隱私和自由，不要被過多的關注所困擾。